镜头所落南来讲，因为流浪动物袂当安乐死，这款人道的政策推动，但各地头的动物收容中心拢已经收甲停啊。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嘛，对这月咧开始和民间合作，送流浪狗去甲一寡果子园、甲农地，替农民斗赶狗，袂输伫咧做保全，啊嘛通消透寡收容动物的数量上过头济压力。看到主人，这寡狗是买了一日海一日飞，这28只狗拢是领养的。杜杜，它是最胆小又怕生的，它来了大概2年多我才摸得到它。这每一只狗原本拢是流浪狗，李建国伫咧屏东是做园艺设计，以7八年前对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协会遐分28只狗来做去农地保全。他们都觉得养那么多干什么？我说，土地荒在那边也是荒着，就是说给他们活动。第4只那个烧饼。这么多只狗，每一只拢有家己的厝，逐工拢会来这草坡啊四过走四过耍。另外，协会志工也定期来拜访，了解狗的健康，卖提供饲料、药啊。民众逐个月有500块的代养费通领。你一般要用领，大概一人领食，要爱偌济人领才我多。所以，阮是希望讲透过这个古来户的计划呢，如果会当送去人的雇员来照顾伊的水果园，含主人做伴，会当领着1份的这个代养费的费用。那对狗仔呢，佫有头好啊照顾。协会这项计划已经送出300多只狗，因为成果袂歹，今年高雄市动保处嘛要甲因合作。这嘛已经伫咧桃园区找到2个所在。这个果子园有当时啊，拢会有一寡野生动物来做破坏嘛吼。啊，这个农民非常的困扰啦吼。啊是讲是毋是让饲几只狗啊吼，会当帮伊顾这个果子园吼。啊，迄个目前咱即嘛是咧试验阶段啦。高雄市目前2个收容中心拢已经满啦，估计5500只流浪狗，一年就会增加2万到3万只，压力真大。因过农民间适合饲狗，爱做评估。空间吼，若讲差不多10只，较拄好，咱就互伊饲10只，甚至讲伊捌饲过，咱先5只互伊饲看卖。吼，啊，若饲了会好，咱再讲各一寡狗互伊饲。1年360天常年无休的工作，没有说今天没有来，或是明天再来。流浪狗经过训练，会当顾农地、顾厝，也毋过民众嘛爱考虑家己敢有时间照顾狗，因为一只狗就是一条命，也要对伊负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